風雨同路，並肩前進，與君同行，圖君行。喂，阿土啊，你上個禮拜好似去咗美國喎。係啊。你驚唔驚？我驚我所以要提早去機場咯，因為我唔知有幾多嘅 security check 啊嘛。嚇，咁又好似冇乜影響喎。睇落冇乜影響。嚇。咁所以就好順利咁翻到香港。我已經但係提早2-3個鐘頭去機場。但因為我哋睇新聞咧，就阿拉登死咗之後，就係播住華府出邊好多人喺度慶祝啦。咁但係 LA 嗰邊又點咧？LA 其實我應該係5月1號 LA 時間嗱 ，LA 就慢香港大概14-15個鐘咁上下啦。係。咁就5月1號晚咧就已經有 breaking news 啦。係。我哋聽咧就已經搞掂咗拉登。係。咁嗰陣時我得2個反應嘅啫。係。第一個反應就好似剛才我講啦。咁就話喂，咁可能有恐怖襲擊都唔定嘅喎。係。係嘛？係。未必咁快嘅，未必咁快嘅。第二咧就係我覺得，咁奧巴馬咪好勁。即係對於大美國主義嘅人嚟講，哇即係擒賊。喂，我同你同一個反應喎，都係呢2個反應喎。因為咧先講奧巴馬先啦，唔講阿爾蓋達。其實本身咧，奧巴馬即係知道民望越嚟越低啦，即係一路跌啦，有少少似台灣嘅小馬哥啦。OK， 咁啊咁啱有單咁嘅嘢，不嬲佢都俾人話外交係比較軟弱少少啦。今次真係強喎，即刻硬起嚟。對一個領導人或者一個統治者嚟講都係好事嚟㗎。你內政你有好多內部嘅利益嘅權力分佈啊，甚至乎係利益衝突啊嘅嘢，即係例如你搞醫改咁，你要知中產階級俾多啲錢咁人哋邊度肯俾嘅啫？咁唯有就係靠外交去提高自己嘅聲望咯，即係對外嗰個嘅影響力係加強咯，係咪？唔係，不過呢個可能係有少少嘅撞彩嘅啫。佢小布殊咁樣，佢不嬲都係希望盡快去，即係生係死都要捉阿拉登。係咁。即係咁，梗係有 accidental 嘅因素啦，係咪？即係你想捉都捉咗10年啦。佢不斷都係不斷係不論係生係死都係要捉，或者係奧巴馬，佢都想捉佢，想殺佢噶啦。咁但係咁啱，可能奧巴馬俾佢可以撞到咁樣。但係個問題頭先咁講，我都有少少即係有少少認同嘅。其中我睇到有個報道就係有一啲華人喺美國嘅華人咧，佢覺得喂慶祝一個人死咗。呢個係好似係離譜啲，過分咗。喂，不過咁不安，我自己都有咁嘅感覺。可能我哋唔係美國人啫喎。如果即係阿李鵬死咗，可能我都會上街慶祝。唔係呢個係啊，正如鄧小平死嘅時候，我好開心嘅。雖然我得個10歲，大佬我都好開心嘅。個仔死咁樣。如果李鵬死咧，可能我慶祝我就未必會，但係可能心裏面都有一絲嘅良意咁樣，一絲嘅良感。咁但係個問題，始終頭先講。即係以眼還眼咧，始終其實唔係解決個問題嘅最好方法啊嘛。嗱，你今日你殺咗一個拉登咁樣，咁喂大佬嗰啲人，佢以前做嗰啲嘢係恐怖襲擊，自己嘅命都唔要㗎。喂呢啲嘢你係就算你點樣防都好，佢做100次有1次成功已經好。一句講晒啦，嗱，佢在暗。美國就所謂在明啦，咁在明嘅永遠就大鑊過在暗，因為在暗出暗戰你真係吹佢唔脹，所以其實好危險嘅。我認同 Peter 你個講法。唔係你話佢活捉佢都有麻煩㗎，因為跟住咧就即係四面起哄㗎啦，即係全世界喺度，即係伊斯蘭教徒啊、阿拉伯世界啊嗰啲全部都係嚟喐你嘅。老實講，美國人我成日都講啊，我唯一一次認同咧文匯報同大公報嘅社論咧，就係評論嗰陣時候911嗰個嘅事故。佢就話。你美國人唔應該問點樣，點樣嘅意思就係點樣炸你啊，點樣去咩？你問你點解先啦？你過去嗰幾十年嚟做乜鬼嘢？你做國際警察啊嘛，周圍喺度即係喺度干預人哋啲內政，跟住又你都係搞恐怖襲擊嘅啫嘛，你同恐怖襲擊有乜分別啫？你而家咁樣政治暗殺佢，特別係咧，我哋以前嗰幾集都有講過亨廷頓啊，即係嗰個文化衝突論，就係講緊伊斯蘭教嘅國家咧，即係同埋呢個即係西方嘅國家嗰個衝突啦。好明顯喺2001年嘅911襲擊就有一個好具體嘅體現，就係當美國用緊佢嗰套嘅唔止文化霸權，講緊可能係真係武力嘅霸權，意圖咧去控制其他國家嘅時候咧，最大反彈咧一定係伊斯蘭嘅世界嘅國家。即係你諗下拉登，即係官方嘅講法啦，就係拉登即係嬲美國啊入侵呢個嘅伊拉克嘛，就借沙地阿拉伯嘅地方，即係佢故鄉啊。咁結果咧佢就嬲得滯，就結果喺98年開始就策動咗形形色色嘅恐怖襲擊，咁去到01年就巔峰啦。咁所以你會睇到即係有一個咁嘅潛在危險喺度，但係咧又要講翻阿土頭先有個講法就係話
奧巴馬幾好彩喎，今次好似睇落就其實都真係啱嘅。佢除咗好彩之外咧，另一樣嘢最緊要就係你搞唔掂經濟咧，永遠咧楞落呢個民族主義嘅情緒啊、國家啊，你又一定係無敵喎。你睇，唔係，但係個問題你理性啲諗，就係你活捉咗佢或者係想暗殺佢咧，係超過10年啦。咁總都會撞中嘅，係咪？即係大佬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嘛，咁點都揾到嘅。同埋實際上唔係個總統去揾噶嘛，都係 CIA 做嘅啫，係嘛？喺嗰刻咁樣揾到咪，即係你都係落個命令就係殺定唔殺嘅啫，係咪用嗱？佢得幾個選擇啫嘛，佢有幾個 option， 一係就放飛彈埋去，咁但係佢憂慮就係即係殺傷好多平民，嗰時候仲大鑊。如果唔係嗰個唔係拉登，你仲死係嘛？咁第二個就係你而家咁咯，落直升機，即係空降，唔係咯？我哋香港係叫做特工咁樣，係嘛？你得幾個 options 嘅啫嘛。唔係 Peter， 如果係你係奧巴馬，你會寧願活捉定係殺 Q 咗佢？唔係，我諗其實個論述咧，有時將阿蓋達呢啲咁嘅團體咧，就變成一個叫恐怖嘅襲擊或者恐怖主義者咁樣，即係將呢班人講成咧，其實佢係非常之極端嘅一班狂人，咁佢命都可以唔要嘅，跟住可能令到你美國人啊或者其他人咧係受到好大嘅傷害，咁呢個其實係簡化咗件事噶嘛，唔係，但係跟住問翻你個問題就係，咁美國人你喺全世界各地做啲乜嘢先？即係你過去，例如喺冷戰嘅期間裏邊，你支持一啲獨裁嘅政權，咪又係濫殺無辜；你支持一啲軍事嘅政權，或者係一啲反對派嘅分子，去即係用武裝革命，咁你又係做緊呢啲嘢，甚至乎你 CIA 自己派人去做嗰啲military 嘅coup d'etat，咁嗰啲又係乜嘢先？唔係，所以 Peter 個講法就係美國就係最大恐怖主義國家，係咪咁意思？唔係冇錯，所以個問題嗱，譬如好似話埃及咁樣，美國又支持埃及嘅獨裁者，也門又係，因為佢哋都係親美國啊嘛，但係佢哋都係獨裁噶嘛。咁如果我係奧巴馬就話，其實永遠一樣嘢咧，都係唔應該做嘅，就係挑動種族嘅仇恨同埋矛盾。即係唔可以因為譬如好似喺香港咁樣，譬如過往係譬如有啲福建人啊，同埋譬如蔡素玉嗰個選舉就係啦，成日即係強調，譬如福建人啊投翻佢啊咁樣，呢啲咪一啲種族嘅一啲矛盾咯。咁呢個就係話喂，睇下將啲人分開一班人，喂，你係阿拉伯人，你係即係回教徒或者你係基督教徒，兩者咧就形成一個對立。唔係，除咗係種族嘅矛盾之外咧，你就係加深咗宗教嘅矛盾。呢個都係另外一個矛盾嚟。即係雖然嗱，我作為一個天主教徒或者係基督教文明嘅人咧，就對於即係伊斯蘭教裏邊一啲嘅價值咧，我哋未必係認同，甚至未必認識添啦。喂，因為你係未必認識，所以你先唔認同。係啊。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你都要尊重即係人哋嘅宗教，你唔可以當咗人哋係極端。因為佢哋成日都講噶嘛，咩原教旨主義者啊、極端回教徒，其實呢啲已經係有 labeling 嘅 terms 嚟㗎，係嘛？喂，老實講，基督教嘅即係上帝，天主教嘅天主，甚至乎俄羅斯嘅東正教同伊斯蘭或者回教嘅真主係同一個人嚟㗎。即係同源嘅，好似話嗰10幾個先知裏邊咧，伊斯蘭教裏邊耶穌都係其中一個先知嚟㗎。冇錯，係嘛？點解你講到咁大分歧咧？你咪加深咗個矛盾咯。唔係佢咪就話你老劫咗我個耶穌咯，即係咁嘅意思咯，即係嗰啲。咪所以我又話，即係你可以唔認同佢，例如話某一啲嘅觀點就係例如話一夫多妻咁。咁但係老實講，你質疑即係呢一個 point，咁你美國人都好多人離婚，都好多人搞婚外情嘅喎，咁又如何咧？咁樣即係除咗你嗰啲宗教右派去堅持呢啲嘢，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我擺到明一夫多妻，係咪？你就即係偷偷摸摸咁又得啊？咁樣係嘛？所以咧嗱，如果講翻今次啊，嗱拉登嘅死，其實會唔會引發到更多嘅恐怖襲擊咧？另一個題目就係拉登，我覺得只係一個代表人物嚟。我都覺得係 symbolic，係嘛？即係難聽啲講就係一個拉登倒下，就千萬個拉登就起來。而且你睇，咁你仲大劑嗱？呢10年嚟恐怖主義嘅活動，其實已經由上而下變咗由下而上，即係好多人嘅講法就係話阿爾蓋達本身個組織已經變得越嚟越鬆散，即係靠地區去做。即係如果講一個政黨就係嗰個
行委咧冇用啦，就支部已經凌駕咗嗰個行委會啦，即係類似係咁樣嘅形式運作。咁變咗你話，如果個頭頭死咗，我懷疑最大嘅可能只係激發到啲人咧癲起上嚟，某個支部覺得唔係好妥，即係唔係好妥美國咁做，所以去策動啲零星襲擊係有咁嘅可能。但係如果你話要策動一次類似911模式嘅襲擊，我覺得就真係未必係咁大，即係你從嗰個實質嘅操作嚟講，我相信未必會有咁嘅事情會發生。即係如果你問我，即係解決矛盾嘅方法，一定唔係用 confrontation 嘅方法，對抗性嘅方法。即係你揼我一下，我就一腳兜翻埋你嗰度。你兩個只係會繼續打落去嘅啫。即係對世界和平又好，對地區嘅安全係完全冇幫助。你梗係用 reconciliation 嘅方法㗎啦。係嘛？即係你檢討下你自己以前做啲咩先啦，你 confess 咗先。喂，但係有個問題會發生喎，有冇諗過咧？嗱，我第三個觀感就係諗，咦，咁美國要撤軍咯？咪撤咯。喂，其實根本係應該撤軍嘅，大佬。喂，老實講，我最 buy 嘅阿爺嗰套嘢咧，就係外交政策。即係阿爺嘅嘢。喂，佢講出嚟嘅外交政策咧，不干預其他國家內政嗰啲，我全部 buy 嘅，我都係支持佢嘅，係咪？關咩事人哋咩？除非你話有啲 universal values 一啲基本嘅價值嘅問題，我哋覺得係應該要推廣。但係你都唔係，即係例如你中國獨裁政權，咁你唔通邀請美國嚟即係打共產黨一餐懵啊？嚇！喂，咁呢個世界咪永遠要亂殺大郎，大佬係咪？但係所以佢而家個問題就係話嗱，有911嘅時候。有啲人佢哋嗰啲阿蓋達嗰啲人，佢哋命都唔要，跟住挾持一架飛機撞向世貿嘅。咁呢個我哋唔可以簡約佢成為一個話呢班人係極端主義者，跟住就完咗個問題。唔係，跟住仲有啲故事好 juicy 㗎，就話你肯揸個飛機去撞咧，跟住唔知有幾多個處女咧天堂等緊你啊，大佬。70，佢都唔知係咪堅定流啊？唉，真係。所以我哋都要從譬如一個人咁去諗，喂，點解？佢哋嘅仇恨可以去到咁大，命都可以自己唔要，跟住要去令到你咧係受到好大嘅傷害嘅。咁呢個先至係個問題核心啊！咁而家個問題就係話，喂，你殺咗拉登呢一個，佢哋以為好似呢件事已經係殺咗個頭頭，但係其實將個仇恨咧又進一步加深㗎嘛。喂，其實唔係嗱，你諗深一層，雖然將個仇恨加深咗，但點解奧巴馬都要搏一鋪咧？即係好明顯就同嗰個，我覺得同政治因素有關係。係啊，即係賭一鋪。係啊。嗱，如果佢今次事前又冇公開嘅啦，一定唔可以公開啦，因為機密嘅行動啊嘛。即係事後嘅時候，咪話俾你聽我殺咗咁樣。係啊。係嘛？如果你即係嗰個唔係拉登，或者係即係搞到啦碌碌，好似嗰陣時候呢個卡特嗰陣時候咁咧，個飛機又撞埋去跟住又救唔到人咁樣咧，即係伊朗人質事件嗰時候咁咧，咁佢又當粉筆字抹咗佢㗎啦。即係得嗰陣時候話俾你聽，唔得嗰陣時候收埋嘅啫。其實可能唔得咗好多次嘅啦，已經可能100次。係啊，有機會啊！你點知啫？成日都咁多炸死啲平民喺呢個阿富汗又好，伊拉克又好，隨時可能就係收咗情報，求其撳個飛彈嘅咋？你真係唔知㗎。同埋到今日佢都未公佈，即係捕殺拉登嘅片段，即係我唔係要你開槍射佢嗰下影到啊！即係你攻嗰個所謂嘅佢嘅藏身之地嗰啲片段，全部都冇㗎。所以有啲陰謀論咪話咯，其實我懷疑其實係未死嘅。唔係，我有諗過呢個問題，即係從更加陰謀嘅角度咧，其實可能咧背後已經協議咗㗎啦。不如咁啦，我公佈話你死咗算啦咁樣嚇，你又話當自己死咗啦咁樣。唔係，同埋我覺得唔係喎，我覺得有可能㗎喎。嗱，你諗下。喂，咁咪 best scenario 喎，即係證明我解咗喎。係啊。我寧願你係咁啦，唉，大佬。係啊。跟住落嚟嗰啲恐怖襲擊就不斷啊！你諗下維基解密，唯有核彈啊嘛，佢有個核彈擺咗歐洲啊，但係好在我哋喺中國啫。嗱，我本來唔信嘅，但我諗下唔係維基解密，佢所有料都堅㗎喎，大佬。係啊，所以隨時可能真係個核彈唔係作出嚟嘅，擺咗喺度㗎啦。係啊，幾時引爆㗎咋？咁如果係拉登冇死，純粹協議扮死，咁我都覺得即係一個最好嘅 scenario。但係同埋咧，因為咧諗翻911嘅時候咧，其實有啲陰謀論講法嘅，就話咧其實本身911咧唔係拉登策動嘅，有幾個即係原因啦。當然好似好 juicy 咁，就係話嗱，拉登本身同即係布殊家族嘅關係好密切，有生意來往，甚至乎911之後都仲有。咁呢個 point 已經好奇怪啦。第二咧就係講緊，喂，其實有可能係布殊就想借呢一樣嘢去連任或者建立呢個嘅即係霸權民族主義加上霸權，喂，又講得通喎。嗱，如果上述嘅 point 係成立，咁今日又再夾多次計，我覺得即係都係講得過去嘅喎，大佬。講得過去。而事實上，即係譬如我哋就咁講嘅，因為我哋未受過即係恐怖襲擊嘅一啲威脅啊嘛。但係美國人嚟講，佢哋即係切膚之痛，好多親人係死咗噶嘛，所以亦都可以理解到點解佢哋即係咁大嘅
興奮啊，喺度慶祝啊。唔係嗰晚5月1號夜晚黑，咪即係除咗睇奧巴馬嗰個直播啦，咁跟住就見到一啲人喺即係世貿嗰度，咁我哋開始喺度懷疑，如果嗰啲人情報喺度圍喺度做咩？哦，原來慶祝。咁我就即刻諗一個問題，喂，好少人會慶祝㗎喎。即係呢個我哋頭先冇好詳細觸及啦，就係喂，無論嗰個人係點都好啦。我自己嘅信仰或者我嘅價值就係，無論嗰個人幾契弟都好，你都冇權去剝奪嗰個人嘅生命。即係正如我哋點解會反對死刑一樣啫嘛，係咪？即使我好肯定呢條友係殺咗十條友㗎啦，咁你冇權去攞佢嘅生命啊嘛。我初始睇直播嘅時候咧，以為佢哋係諗住搞多次嗰啲類似反恐遊行，點解原來成個主題就係慶祝拉登之死，我都係好震驚。唔係，同埋佢而家都講咗啦，當時拉登係手無寸鐵㗎嘛。係啊，係咪？係你揸住槍啫嘛，如果唔係你都唔會即係咁成功嘅 operation 啦。係啊。係咪？咁你點解唔會捉佢，跟住拎個國際法庭又好，或者拎佢嚟美國係咪嚟盤問呢？唯一就好似即係你擔心就係佢喺度發表演說，仲 embarrass 你美國佬係咪？係咁數臭你美國佬啲衰嘢咁樣，係咪因為咁嘅原因呢？唔係，但係其實殺咗佢對即係美國政府嚟講，我諗都係更加一了百了嘅。佢哋個諗法就係，即係你如果捉你如果捉咗佢，你一嚟要審，二嚟你全球抗議。嗱，有放拉登，一嚟如果有抗議，二嚟如果再有啲恐怖襲擊，話佢喺美國而家我哋去營救拉登，哇！你咪大鑊，大佬！香港人可能感受唔到呢樣嘢，但係我估即係中東又好，成個阿拉伯世界又好，甚至乎好多回教徒嘅國家咧，係好多人走嚟撐佢嘅。你全世界有幾多回教徒啊？億幾2億啊？我諗唔係淨係撐佢，我覺得唔係撐佢，而應該係話佢哋係因為反美國 ，that's why buy 拉登，即同情拉登咁樣死，我覺得應該係咁樣。因為如果你講翻拉登喺阿拉伯世界嗰個即係明星咧，亦都真係唔係想象中咁高，即係除咗喺沙地阿拉伯。嗱，不過咁話我諗到一個 point 咧，就係有冇留意今次喺邊度殺死拉登咧？就係呢個巴基斯坦。哇！嗱，其實好奇怪，佢仲要係近呢個首都，講緊係2公里車程，即係我哋由呢度可能上邊度啊？東莞啊，係嘛？應該東莞2個鐘差唔多，咁嘅距離嘅啫。唔係，同埋一樣嘢係奇怪就係，其實係人都知道，好耐之前已經講緊，就喺巴基斯坦嘅咯。所以好奇怪，即係話嗰個政府係袒護佢，所以佢而家咪講嘅消息就話佢唔會通知，即係嗰邊個單方面行動咯。喂，其實你呢個係完全違反咗國際法嘅，除非佢即係之前有個所謂 unlimited 嘅 agreement、unconditional 嘅 agreement，俾你飲搞，係嘛？但係佢侵害緊佢主權嘅大佬。我聽講啊，即係美國就話咧，佢同巴基斯坦咧有個協議，聯合行動啊，就係一齊做嘅。本來係咁講嘅，後來巴基斯坦政府就話：喂，呢個唔關我事㗎，係你美國政府自己搞㗎咋。但係嗱，仲有一個好吊詭嘅地方啊，講埋呢個 point 先，就係咧，佢嘅容身之所，即係所謂佢嗰個竇喺巴基斯坦嘅豪宅嚟㗎嘛，個豪宅有6年啊，起咗6年。喂，其實好奇怪喎，你諗真啲，同埋起翻嚟嘅。係啊，你完全你係解釋唔到嘅呢個 point，亦都係你背後有好多陰謀論係可以發生嘅。不過嗱，時間差唔多，我哋下一節再講。